來是檢調，繼續來追查到中聯油脂致癌油的風波，台糖嘛牽涉其中。講台糖5月時陣就知影，中聯油脂的原料油苯偏比超過標準，但是煞無通報到主管機關。今仔日台糖的副總經理蔡東林到立法院的時陣，是炸到沙拉油甲黃豆的粗油做伙來接受到質詢。但是面對着媒體追問通報的義務，伊並無做出着說明。衛福部長趙忠良講，依法台糖會當唔免通報。為着致癌油的代誌，台糖副總經理蔡東林今仔日來到立法院，大廳在引導的大豆沙拉油，另外閣準備一罐黃豆粗油，就放在了伊邊呀。委員好，你的梗圖都在做葉片了，你拿油上來幹嘛？你就拿葉片上來就好啦。徛佇質詢台下點嘛插2罐油上台，中聯致癌油風波繼續佇咧炭燒，檢調繼續調查台糖嘛受到牽連，卻惹了高過着之前的中聯油脂原料油苯偏比檢驗無合格，當時有甲服務公司講，煞無通報主管機關，引發爭議。目的代或是台糖要怎麼解釋呢？陳其邁說，未來這個你認為不用通報是不是？台糖身為國營企業，沒有社會的這種責任義務嗎？發現毒油這件事情，你們就這樣4466過掉了嗎？台糖他們都知道，是不是在自掃門前雪啊？面對媒體追問，敢需要通報蔡東林業貼不回應。台糖之前冇發聲明講，當時知影粗油不符合退貨標準，拒絕收，這批油就留點佇咧台中。到底台糖敢有通報義務？衛福部長趙忠良閣一擺做說明。在行政機關，需要依法行政，而我們這一次所定的這個苯偏比的標準，針對的是食用的油脂，尚不包含原料或者是這個中間的半成品，也就是脫膠的粗油，所以這個沒有這個定這個脫膠粗油的標準，所以依法上當然它是可以不用通報。強調行政機關依法申請，針對台糖敢需要通報，甲相關法條的內容，將做立法院公放議題。